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初2，诗篇71篇1节到20节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我靠你，求你互我永远无见效，照你的公义拯救我，互我脱离恶耳空听我，来救我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永无见效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阳光充满，无阻碍，无慈悲怜悯，无丰盛稳定的疼痛上帝。主啊，你的公义伫通世间，你的信息到万世代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我的心神仰望你。主啊，阮平素倚靠你，求你将你的路指示阮，将你的道教示阮，求你用真理引带阮行伫你的旨意中间。主啊，世间人取笑阮，人用计谋要陷害阮，总是主啊，阮倚靠你，求你互阮永远无见效，照你的公义拯救阮，互阮脱离恶耳空听阮，来救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